好，咱先来祈祷。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透过网络来组织来查考出来入去上落尾的段落。恳求主你甲阮三个伫地，特别是伫天气的变化中间，也阮得到保守。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中间，秀美姐伫马街病院咧住院，可英姐伫鹿港基督教病院，南建兄伫温主公病院咧住院，恳求主你来施恩赐福，将你的医治来赏赐互因，也恳求主你来继续带领阮教会明仔载。5楼的地方要灌浆，一切的工程拢会当顺利。为着永安组织来献上感谢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好，真歹势，前2礼拜吼，2礼拜前身体无啥爽快，休困吼，着2摆无上课安尼吼。好，今仔日咱要讲的，就是大概就是已经伫后壁去做会务了后，伫即个上落尾时期吼，甲会务裁起来吼，裁起来就开始使用啦吼。所以咱开始看到即个会务完成的记载伫出来入去39章后壁面吼，32到30即个所在，这是39章。伊有一个平行的记载，同款的记载伫出来入去35章第10节到19节，这咱进前捌讲过，咱就无搁用时间伫这个部分啦吼。但是有几个重点。伫即个中间咧讲，就是讲，所做的即个会务，拢是照着上帝命令摩西所着做的，安尼吼。这32节、42节，咧39章遮拢安尼讲着。第二个足重要，就是讲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吼。所以头前咧讲是上帝交代摩西，然后后壁咧讲是。摩西交代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拢有照安尼做吼。伫即个部分后壁，我会去讲到咱的甲建堂有关的即个概念伫即个所在啦吼。伫39章的33节到41节这中间，伊就一个真简要，拢总有讲着真简要，讲着会务甲会务内底的设备内底吼，遮伊2遍来强调着讲即个足重要，迄个咱咧拄则讲着迄个伊是照着上帝所交代的命令，所以咱拄则看着迄个42节32节拢有讲着安尼吼。好，即内底咱会看着讲，摩西有一个特别的角色，即个角色毋是干那做先知的角色，做领导者的角色，伊搁伫迄个所在。将上帝命令伊爱去做会务的方法交代互以色列人，然后伊伫迄个所在做监督，吼，做监工安尼啦吼。所以，咱看讲，喂，哦，我还有声走出来，安尼袂使连，歹势。无要紧，因为我咧开车咧导航咧，甲我讲话，伊就走去你遐去，我嘛毋知安要设定才会当。无要紧，迄个声。我知影，无要紧嘿，好，无问题。歹势。喂，好所以咱会看着讲，摩西有一个特别的职务的工作，就是监工啦吼。我念伊会甲即个，甲咱即马咱三个教会咧去做这中间迄个角色吼，咱来去做一个连结啦吼。好，咱用现代角度来看，就是讲伫工地现场，这是摩西伫遐来看即个会务咧做的遮，咱咧讲的，伊古早讲叫做遮的熬人，会晓做手艺的遮的熬人。咱即马讲建筑工人，建筑工人牧师几若摆甲咱分享，伊有足侪无共款的角色吼。咱知影全球是咱的统包。统包下骹佫有足侪迄个分包、小包吼，有钢铁的，有水电的吼。咱一般咧讲水电的，其实内底佫有足油的分咯吼。有水电的迄个
技师专门画图尔定，吼，啊，佫有水电的现场咧做诶，包括弱电，包括电路，吼，啊，佫有啥物诶？佫有另外一个方面是较特别诶，叫做消防诶，伊嘛甲水电有关系吼，所以伊其实有足侪部门吼伫遐，啊，亲像过去即个摩西上帝交代伊起会幕，也有木诶部分，也有织布诶部分，也有即个编织诶部分，也有做金诶吼。做金属诶，即个物件，所以有足侪无共款诶角度伫即个所在吼。所以咱会看伊讲，摩西就照着上帝诶命令，若准用现在来看，就是建筑师嘛，建筑师画图吼，伫迄个所在互因去执行即个摩西就做，伊是算工地主任嘛好，也是讲是监工吼，伫遐来看因有照即个寸尺，照即个工法，照即个形式，即个规范来去做啊无吼。今日我下晡有陪即个早起有陪即个建筑师做勘验吼，咱诶进村长呢嘛伫遐吼，所以我有翕一寡相片我念伊会当互咱来看啦吼，这就是伊要开始去你5楼来做检查进前，搁一摆来确定伊图诶所在是安怎画，倒位爱有几个铁基，下骹站几支，顶悬站几支，迄个每一支铁仔诶芳爱偌大，伊拢去确定吼，因为因袂去炸规本起哩嘛吼，所以较重要因着用手机翕起来，翕伫咧手机顶悬做重点来检查吼，所以这是伫下骹你看两个人，即个粉红色这个是咱的土木技师啦吼，中这个就是咱的建筑师，边仔这个工地主任啦吼，所以因就是安尼甲重要物件摕去顶悬，你看建筑师就开始照图的要求开始量吼。即个地板爱灌偌高吼，下骹站的铁仔爱离房无偌远，顶悬站爱隔偌远哦，这拢有规定吼，照即个规定来行。这就是咱今仔日经文也是讲，咱对25章开始一直咧强调的，上帝交代因着爱安怎做，寸尺是偌济即个用的材料是啥物货，等等遮的物件吼。这检查了，因两个就签名，搁翕相吼，表示讲负责任安尼吼。咱对正面来看，进村长了是咱的监工吼，过来我边仔这就是咱的副建筑师，过来就土木技师，就是咱工地主任承包商吼。所以因就是伫迄个所在咧做遮的监督的这个责任，伫迄个所在安尼。吼，就是讲，咱过年前嘛是安尼吼，咱的这个工班开始先甲钢提先接无好势，过年了后房屋就高因入来，入来了后用的这钢提的就倒去入来水电技师嘛做伙配合，等遮的拢照着施工图来去进行安尼吼，这就是亲像伫39章32到43节所咧写的。连续2摆强调，拢照着上帝所命令的。摩西嘛照安尼甲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拢有照安尼去做吼，就是安尼。所以照今仔日来建筑师来检查，就是讲看有照图面去画去做这个物件呢吼。咱明仔载3月17就要来进行灌浆，因为今仔日检查。通过了后，因着爱赶紧报政府，着讲要来迄落吼。即张图是我几工前翕的吼，就是即个水电的，伊咧配即个水电讲的时阵，伊嘛着爱照即个水电图落去配讲。你看即个塑胶的，就是即个电路吼，这较幼的，这是电路的吼，伊着照即个图落去配吼，就是。按图索骥吼，爱去做安尼吼。好，进入40章啦吼。40章第一段即个是较特别，就是其他的所在无有真清楚，也是讲真共款的即个平行的经文啦吼。是即个较是独有安尼吼。当然嘛是佮重新
来讲因所做的拢是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安尼，吼，所以伫遮较特别的个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伊有照伊迄个时间来写啦，吼。啊，我大概整理着几个时间点，吼。咱看咧讲着正月初一是因拄拄啊，离开即个埃及，过来去满一年啦，吼。伫西奈山顶悬，这是因3月初一到迄个所在，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19章的所在，吼。过来，摩西上山，当然咱知影前前后后拢总7摆以上啦，吼。但是咱大概知影就是讲，第一届较清楚的第一届就是领2块石板10条界落来了后，伊去看着即个以色列百姓伫遐做金牛，吼了后搁上山，吼，又搁40天，吼，即个时间就搁通去啊，吼。去做会务约略差不多6个月时间啦，吼。这时间呢算就是讲，头前遮到3月初一到伫即个西奈山下骹，然后若准讲用即个2个40天来看，后壁伊起做的会务的时间约略是6个月啦，吼，用安尼去推算出来，吼。所以伫这所在，伊有讲一寡起做的细节，搁重新来讲。起做细节咱就无讲啊，因为咱伫25章一开始30章以后遮嘛搁拢搁讲着吼，所以咱无要搁讲这个部分啦吼。伫40章的第9节到11节，才有咧讲着伊用这个油膏来抹会幕甲所有器具，这嘛是头前也拢有讲着吼。伊膏抹的部分，咱有看到讲伊有用这个香料偌济，这甲30章的22节到25节有小可共款，吼，咱就放喺遮，咱大概知影。较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到，这是真真正正开始就职来服侍，吼，利未记第8章第6节、第9节才有写，吼，共款的类似的经文，讲摩西带亚伦甲伊的囝来用水甲因洗，摩西甲亚伦穿内袍，下腰带穿外袍，搁来踏这个以弗得，用机卡的手路织的以弗得，甲伊下地，以弗得绑伫伊的身躯，搁甲伊踏这个形地乌灵甲土明，下伫这个形地内面，互伊垫这个礼物，吼，咱礼物嘛知影迄个意义啦，吼。就是有迄个分别罪行的意思，吼。好，然后34节到38节是上落尾即个部分，就是讲会务拢总完成了后所发生的代志，吼。即个真特别的一点就是讲，上帝的即个愤怒来充满伫即个会务的即个中间，甲伊砍掉的，吼，甲伊砍掉的。这我有。引用几个经文吼，民数记第9章15节到23节，一般相信这是甲出来记40章，这是一个平行经文啦吼。但是牧师伫遮甲伊做一个对比吼，出来记40章这个写了真简要吼，民数记这个是写了会较幼、较斟酌吼，有较侪的资料伫这内底，所以。红色的部分，红色的部分就是有即个无共款的所在啦，吼，无共款的所在，文字无共款，比如讲，即个出来记40章讲迄时，伊无讲什么时阵，但是民数记就讲会幕大好迄日啦，吼，即大好啊，迄一天安尼吼，所以伊有一寡无共款角度的即个描写甲记载，红色的部分就是。表示讲，两个所在拢有无共款安尼吼。你会看到伫民数记来讲，咧形容即个火，伊用较长的即个字句甲形容词。对15节的后壁，你也看讲有看起来亲像火的云在看吼，云不时看掉会幕，看起来亲像火吼。伊伫咧描述即个部分吼。伫即个所在，咱就看着讲，这伊所写的即个云砍掉的，咧代表的是上帝的同在，吼。云若升起来，就表示伊爱行；
云若打落来，就表示因着爱停落来吼。啊，伊伫即个所在咧用即个来做形容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大概知影讲，民数记的记载会较长。像亲像即个民数记的第9章22节讲，无论是2日，还是1个月，还是1年，就是拢照着迄个云有停落来，还是升起来吼，来做标准吼，来做标准。这是我甲伊整理出来的部分吼。我有互咱迄个资料啦吼。好，我甲伊用甲即个第一个献堂礼拜，就是历代志下第5章11节到14节的经文。我真爱这段的经文吼。这段经文头前第1节到13节这个部分吼。是咱伫会务顶悬无看到的代志啦吼。但是咱知影讲，因就是逐个人拢照因的职务去甲遮个物件做好势，然后用会务来呈现吼，因要甲上帝敬拜的即个。伫历代志下第5章11节到14节即个经文中间，牧师特别是真介意即个头前所咧写因所有的服侍吼。咱一个一个来讲啦吼。伊即个所在先讲到祭司，因照一个班次来服侍，就是讲因有照规矩，还是照轮排，还是照因的职务落去轮流服侍吼。过来，拢已经洁净家己。咱拄则看到民数记所写的，也是即个利未记内底所写的，就是即个因摩西叫亚伦甲因遮的囝来甲因。用水甲因洗，佮甲因性别，佮甲因穿衫，吼。这甲尾啊祭司传统中间所咧讲的洁净家己足有关系，吼。所以因对圣殿出来的时阵，吼，利未人的中间负责献诗，吼。咱看有祭司的，有负责献诗的。现在咱来讲就是信我队，吼，信我队，咱现在咧讲的，伊就讲遮个人的名，啥物人的后代。因拢穿幼地布，咱知影幼地布是伫当初时是祭司，也是讲伫咧服侍上帝的时阵咧穿诶真高品质诶即个布所做诶衫啦吼。好，过来这段诶当兵开始有讲啥乐器，吼，有即个喇叭、瑟甲琴，有120个。祭司，即个祭司是音乐祭司，你啊看吼，因摕喇叭吼，甲因做伙伫遐。所以祭司以外，有唱歌的祭司，伫即个所在有奏乐器的祭司吼。所以几若百人伫迄个所在做伙，伊过来因分喇叭唱歌的，过来即个是足大的重点吼。和諧齐聲稱讚感謝上帝，因用喇叭。喇叭甲即个喇叭吼，这无共款的物件。乐器伴奏，大声称赞上主吼。所以伫和本的翻译是讲心合而为一啦吼。用即个共一个心字伫遐学了上帝，然后因为安尼，所以上帝的云彩甲因三甲伫地吼。上帝的云充满，这是甲咱今仔日所看到的。当因会务起做好势了后，上帝的云搭伫因的内底，所以因为安尼，祭司袂当继续服侍。吼，咱知影摩西当这个云伫的时阵，伊嘛无伫遐服侍，就是上帝亲自同在。讲上帝阳光充满着上帝的殿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咧讲迄个云亲像火在倒，吼，就是上帝阳光伫遐，表达上帝的同在伫遐吼。所以我用出来就是40章，佮用迄个民数记申命记这个经文吼，民数记的经文是咧，民数记的经文甲咱的历代志下遮来做一个对比了解，就是讲。当伫咧去做会务，还是去做圣殿，还是伫礼拜堂咧服侍上帝的时阵，同心合意，为着共一个心志，为着上帝国，毋是为着家己，这个是足重要的出发点甲基础啦吼。
所以若安尼时阵，上帝就会欢喜来接纳。我无写伫内底，咱另外会当搁用新约来做思考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特别是伫后壁43到47节正咧讲，因伫面家做伙同心合意学了3到8饼，因同心合意哦，所以上帝甲人欢喜，上帝逐工将人也赏赐互因。所以，迄个同心服侍是对教会的起造、教会发展来讲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若无同心合意吼，啥物话拢免讲吼。若无同心合意，啥物话拢免讲吼。所以，这是足大的一个重点甲提醒啦吼。大概今仔日的物件无介长吼，就是甲伫安尼吼，就是甲70集40章拢总分享完啦吼，了就是会无起造好势吼，所以你会当看伊讲，头前吼咧讲到伫埃及12章啦吼，然后开始出埃及，到伫即个西奈山，这是第19章开始，一直到起起落落安尼吼，命令下了后，开始做会幕，是对25章开始，一直强调重复，然后到第40章结束吼。所以大概出埃及记的结果吼，就是安尼。真重要就是讲，对伫毋捌上帝，就爱先来遵行伊的诫命，然后来学习要安怎跟对上帝，才会当开始来起造敬拜上帝的会幕啦、祭坛啦、至圣所等等这的吼，然后较伫遐迄所在来表达一个同心合意的心志来服侍上帝，然后上帝就欢喜，分彩代表上帝降临伫咱的中间吼，这是咱的目标啦吼，咱即马搁伫即个过程当中吼，咱伫过程当中，咱即马若照看出来求其可能到35章尔啦吼，搁咧进行这中间安尼吼，搁爱努力的真济啦吼，但是伫这内底特别搁甲咱提醒甲强调的，照伫圣经互咱的教示，咱就是爱追求同心合意吼。我讲这足困难啦吼，我即马去足侪教会咧分享吼，真济教会我若去牧师就会甲我讲，阮教会嘛想要建堂啊吼，嘛讲足久啊吼，拢超袂好势啦吼。超袂好势，就是无够同心嘛吼，所以这拢是逐教会所会拄着的问题吼。所以有当时感觉出去咧分享迄个建堂的异象的这中间，我搁另外一个责任呢，配因去强化因的信心，去甲因提醒，着爱逐个同心合意，来敲找上帝的异象伫因的教会中间吼。这是上帝互咱另外一个足大的恩典啦吼。相款搁一解，倒转来咱提醒咱家己，无有人会当伫这中间去追求家己想要爱家己的利益，咱要追求的是上帝放伫咱中间共同的方向甲利益吼。好，以上有啥物物件要分享的，还是要问的无？咱为着明仔载灌浆啦吼，大概7点10几分就会开始要灌浆吼，望迄个交通会当顺啦吼。明仔载看起来20%的落雨几率，应该嘛是上帝足大的恩典，咱的乌阴湿湿雨的情形的下面，搁来灌即个平面吼，即个感觉真正是咱到呾为止吼，每一摆拢即种天气吼，这是足奇妙吼，足奇妙的一个恩典。有无？好，无请郭董长老传咱祈祷。互咱即时斗阵来祈祷。
大管理的上帝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伫周间的时阵，互阮主持伫你的面头前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一个合一的心来共同来去做你所为阮备办的教堂。主耶稣，阮嘛恳求你，照着今仔日的课程，也是每一届的课程，拢互阮搁较人面搁较成长。感谢主耶稣，嘛恳求你保守阮有一个好，有一个有一个好困的一个暗暝，互阮的精神，互阮的肉体有一个好的休困。安尼祈祷是靠主你宝贵的性命，阿免。阿门，谢谢，好，大家晚谢安。谢，谢谢，晚晚安安。，晚安。嘿嘿嘿嘿。